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的咖啡笋，供应全台湾将近90%的产量。以前农民会伫暗时用纳丁雷石来延长产季，但是一来有光害，二来电费真是要求啊悬，农民真头痛。尾啊，埔里在地暨南大学开发 LED 灯，经过几啊届的改良，用胶仔式的灯光来降低对环境的冲击，毋但效果甲纳丁同款，而且电费钱只要原来的2成。这环保佮维持着产量的研究成果，登就国际期刊。充满着胶仔色光的埔里咖啡笋田，嘛将做杂志的封面。胶仔色的灯光照伫田花边啊，看起来真浪漫。这毋是夜间的灯光表演，是暨南大学用3年的时间研究出来 LED 的灯，这会使延长咖啡笋的产季。跟那灯来比较是差不多，但是电费变很少，将近80%的一个节电。为了降低农民的负担，是一个做比较 LED 是胶仔色的柔和光线，传统的蜡灯是白色的，毋若插目过造成光害，影响到生态环境。环保国节能，佫会使维持咖啡笋的产量甲品质。国外专家有肯定，国际出名期刊嘛有定。期刊的肯定代表就是说，我们的研究是值得推动的。更难得的是说，他把我们的茭白笋田的夜间 LED 照明啊，把这个照片呢作为封面啊，这通常这个是在国际期刊里面的最高荣耀。不过 LED 的介绍比传统的蜡灯较贵，研究团队讲会将这个成果报予农委会，争取将这个 LED 纳入农业资材补助内底，降低农民的负担。